大家好，我係本年度北區閱讀節閱讀之星六 C 班麥欣然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書係我北區閱讀節向同區同學分享嘅書籍，阿濃嘅《意料之外事件簿》。相信大家對阿濃呢個名一啲都唔陌生。阿濃係本港著名青少年文學作家，代表作有《心愛的教育》、100個看不厭、幸福窮日子、青果一紮等。如今90歲嘅佢依然不堅不絕，堅持每日寫咗一篇，真係令人佩服。而呢本《意料之外事件簿》係佢第89部個人作品，書中收錄咗100多個生活小故仔，筆觸十分輕快，亦都充滿咗人情味。相信睇到嗰啲關於人際互動同埋情感共鳴嘅故仔，大家都會會心一笑，好似寫嘅就係我哋自己嘅經歷，非常之接地氣喎。想知道作者點樣用輕鬆幽默嘅筆觸，揭示咗生活中嗰啲好易俾我哋忽略嘅溫暖同埋善意，嚟同心靈進行一次溫暖嘅按摩，就嚟學校圖書館借閱呢本書啦。以下係 Dear Time，Enjoy。